公司台语台第二届台语考试表演工作坊对去年11月上课到打，学员经过台湾话发音、声情等等的训练，即马准备要到剧场排练读剧，带观众朋友来看因的学习成果。热天下面，会经过。为咱爱情照明路。学员一人一句认真读剧本，台语口说表演工作坊经过发音、声情等等的练习，目前课程已经来到读剧的内容。你需要开一寡时间，知影因角色甲角色之间的关系。这其实咧演戏嘛是相像啊。就要去理解着讲，伊即马即个戏内底，伊即几句话，伊即马现处时，即个人物伊的心情到底是安那？爱甲伊正确的声情，比如讲悲伤、快乐，还是消极，无共款的心理，去甲呈现出来。学员咧读的剧本是阮剧团一出合作热天下面的戏，老师叫内底男女感情的部分，互大家练习。学员嘛分组来讨论，看要安怎安排角色甲演出。然后因为老师嘛有讲过，就是你前后讲的话，爱互伊的腔爱是共款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甲写来会当，互我确定讲，我大概念的理论会是共款的。热天下面这出戏是一个喜剧，所以这个台语编剧伊咧写的时阵，伊有特别注意迄个押韵，所以咧表演的时阵爱去注意迄个字一对有韵。刚开始学而已，可是台语对于我来说，之前不会，之前看到台语是哇，拿开一点好不好？我会怕，可是现在也觉得说，我可以去接受一下，学习一下。这个表演工作坊已经上要5号的，教课的老师表示，学员拢有进步，嘛会晓使用工具来练习，只是台语的环境也是甲华语袂得比，所以若想要有更较进步，嘛是爱靠学员家己的练习，台语使用起来才会当更较煞拍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